性。比较开心嘛，哈。陈经理，蔡经理，以及对咱遐是目前的以外的情况，顾身体。有钱人晚安。最初，咱做房间吼，各位都需要改变，这是转变。当然，咱做房间，我相信讲，以咱这份技术的贡献，对咱做房间这份条件，应该每一个单位，吼，做用心来研究。但是这份条件，确实，咱来讲真正对这份条件的新世界真正去来探讨，发觉到实实互相成就的了，咱真正去感受到。那今日呢，因为咱所达到这段进行这段已经36岁咱已经讲完了。即摆继续36岁的后边这段，我讲一遍，咱对我的一遍。拟定属地，自给游客，有报不惊，不要放惊，最终无所，欲无挂相，欲上我，自作法有真，结功立道条。说有无之各愿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见性，但听依法修持，莫必不思，以道性，莫必不思，以无道性，看待欲听何不修？令人欢喜邪念，但依法修持，无自上法师，立定用我，依处说，依处用，依处行，依处作，即不是本宗。因为咱做会员后壁，咱继续来讲。因为若每一个说法的当中，因为咱伫这世界各项内底当中，众生有众生个人对法上内底的见义甲见解，但是众生的意见，总是伊咧讲的是拢是对法。众生的意见，伊我拢讲有到实相的这个分析法。咱若做会员来讲，众生伊若讲有，你就用无答对；众生伊若讲光，伊就用红答对；众生若讲叫做相，你就用相无相答对。这叫做这个叫做相对。相对就是讲，因为你要破众生的相，你若无用
用相对甲对，但是你爱入去个，咱讲什么异常相因啦吼，在这个书里讲异德相因，吼，异德相因啦，异常相因啦吼，异德相因啊，那生中道义。啊，什么叫做异德相因？就是讲常甲无常，这叫异德。但是中道义就是讲常甲无常，拢是世上的世间法。你要咧进入真常之道，暗甲暗，暗甲暗甲光，这是一个常理。但是你要爱入去到真光。真正迄个光，迄个光就是无暗甲无暗，就咱华社咧做比如，咱真叫做光嘛吼，等者火甲动啊叫做暗，吼，啊若较门仔在日头若开起来，有光甲暗一个差别了无？迄个日头射落来了后有光甲暗，啊迄个日头就是讲叫做绝对，伊叫做中道义，就是讲迄个物件。啊，36对的物件，就是伊安怎讲的36对，伊就是讲相对即个物件。你因为你甲众生同齐，你讲常，伊讲无常；你讲常，伊讲无常。啊，两个发生来做去，因为你无当跳去顶凡迄个真相。你讲暗，伊讲光；你讲光，伊讲暗。你无当进入了真正迄个真光的物件。你讲咱人。是有生，啊，伊讲有死，啊有死，甲有生，啊就是咱世间观内底当中叫做生死。但你有法当研究绝对无生甲无死迄个物件吼，迄个绝对的无生甲无死，迄个叫做异道相因，中道义，迄叫做无生甲无死。生死是世间的人咧看，无生甲无死。是无绝对生，无绝对死，这是不得坏角度。所以咱讲，叫做三界有心，心有，心有处，妄言无。妄言无是即菩提后边有诶那种生死涅槃分别定。迄个平等就是无生甲死，无涅槃。哦，没有生，没有死。伊是绝对的解脱，啊，所以生死是世间的人讲，所以36对就是讲这个物件，嘛咱真专，咱嘛能讲甲真清楚啦吼。但是后壁伊就甲你讲，有就甲你讲，六祖甲你讲，逆定思维，你嘛爱知影，爱若知影，我咧讲的这法是讲啥物件？自卖又可，咱家己卖啦吼。家己无知啦，家己无了解啊，无紧。啊，莫看别人嘛是乱卖，咱有青梅看青梅，啊看你个去，看你火起去啊。啊，你青梅家己弄咧无紧啊，你向别人讲吵落，所以即句话就是安尼解说。那你家己卖无紧，哦，自卖又可，无卖害别人嘛。咱讲起来就是家己的代志嘛，有谤不敬。甚至呢，佮诽谤佛法，佮诽谤佛经，吼，安尼这就当不要妄言，罪将无数。伊讲叫咱唔通着去诽谤这个经典，经典是圣人的智慧，嘛圣人伊用着伊的法则力开出的绝对的物件。但是咱要注意哦，伫咱经文经的21分内底当中哦。叫做无说所说分的内底当中，伊就讲法足清楚咯。伊在讲，说菩提有人言，如来伊所说法，就是妄分。好，所以讲，此人不能该我所讲，所讲如何说，是名何说？这句话就是讲啥物件？我今日咧赞叹袂着咧讲经，我赞叹袂着咧说法。啊，落嚟咧诽谤不得，啊，他对，所以你无法判定就判定这个所在，而且判定这个所在，这经你拢无读下来吗？但是你一定要了解，这经是一个文字，经观是一个文字，
一个文字，涅槃嘛是一个文字，哦，圆满的解脱嘛是一个文字，迄拢毋是文字，迄拢毋是叫做解脱。真正解脱是无文字的物件，真正实相的内底当中就是无文字的物件。但是咱嘛了解，伊佛陀当时咧讲经说法，哦，咱嘛讲40几年的经典，咱知影17年阿含经，8年即个弘定经，22年法界经，27年8年的内底当中佛法经，最后咱啊讲一部经叫做叫做义道经，叫做弘经。啊，那安尼我就讲49年的经典，啊，你甲讲伊咧讲49年的经典，你拢讲叫做国文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哦，即做落力足大，落力足大，啊，我叫我讲嘛袂使，啊，你毋叫我讲嘛袂使。即句话，咱一定众生的遐日子内，无分离啊，都毋拜，啊，若分离啊，都哭拜，啊，人咧拜托一空，啊，若无迄个形象伫遐，都毋拜，啊，若无敬礼啊，叫人，若无敬礼啊，哦，你都毋知什么叫做敬。啊，若甲你讲经理啊，啊，你搁真未经，你毋知你有一部外经，你这部外经是你心性上外经，这部你无用着。所以你若用着外口一部，那安尼你内心世界一部，是毋是叫做自灭求可？好，啊，你家用着外口，你这一部清净经，你家己变成复杂去啊。啊，所以咱觉得你足重要，是讲。咱来知影，因为所有的文字就是一个功夫，所有的文字就是因为参着一只牌啊，这只牌啊，就是要你出门到彼岸，你出门到彼岸，这只牌啊毋是绝对，哦，你若这只牌啊坐你出门到彼岸，你要坐伫牌仔顶，你怎唔去？啊，若安尼，你出门到彼岸，你一只牌要创啊？甚至你到牌啊，迄只牌啊会放下去，你才爬去。你去追求，对我说法，如法如教，法上应下无方为法。这是佛陀哩经讲经的地老祖甲你讲啊足清楚的物件。所以你甲你讲的，咱以这段话来做这段话来讲，今日咱要学大生活的人，咱若啥你用着经，但是你袂使执经，用着经。叫做哪？叫做文字。而文字上内底当中，袂使即文字，叫做言气成空。而言气成空内底当中，你嘛要即空，你嘛要即文字，啊嘛要即味拢无，安尼叫做空有不二的道理。空有不二的道理当中，会当走到第三义来，就是即见如来。所以呢，因为作者遐日子外，你若无文字。又搁毋知要安怎入法，啊！你若文字好伊，伊搁要执入法，哦，就是像我常个比如，咱感冒药啊食好啊，咱得开始一直咧食感冒药啊，哦，你食着感冒药创啊？我着迄个感染病毒，但是我这药传来食，我病毒就2条，食到剩1条。啊！你才开始会咧食对1条，要食到剩2条。啊！你毋是较定问题，意思比如咱听啦吼，讲咱今日所有一切法都是应你需要。当你无需要当中，你毋免着去接离遐物件，安尼叫做跳出文字，叫做无执文字，安尼叫做当下。当下，当下你就放下。一切事相上内底吼，因为你得到的真正你清净法界菩提，你得到的是你家己真正清净法界菩提。你毋是得二只文字，你毋是为了经典哦，你是我为了经典，我读过我经读什么经，我读10堆，读到我变神经咧，对不对？你若讲你即愈济，你是袂愈严重。所以这段话呢，一定爱这2年爱跨会开，你头我当作入面内底一个。所以毋咱甲你讲，不要放经。迄个放经有分做2种，一种就是诽谤，一种是执着。所以
咱六祖为灵，伫六祖当中有一段话安尼来讲，伊讲，恐惊无人不解，恐惊无人不解啦，顺其自然，必结先生本的精神。恐惊无人不解，就讲恐惊无就是讲地无地嘅人不解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诽谤自然，啥叫诽谤自然？你讲啊，什么经？你讲啊，什么经？讲到尾变成经，你讲到尾啊，怎有什么来听？叫做诽谤啦，叫做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就是讲诽谤自然的意思。但是后边有人讲，必结先生本的精神，必结一结偌济，一结100年生几千遍你的魂精神已经动摇，就严重，这些不是重严重。所以原因你学大生活，所以嘛过去就甲你讲，主话讲，宁可这物件，只有成事美，不管什么，即空成界志。宁可只有成事，就我只有迄个事美产是足大。我宁可接到世间的福报，我若无法度入去到迄个界止、迄个空性、迄个道理，我若毋捌迄个物件，我若入去接迄个物件，我接到尾人连甲一个物件嘛拢无，叫做空洞洞。但是若安尼写得等，我宁可接有成事美，我接绝对的福报，绝对的福报，三千大千世界福报恁内底，虽然三千大千世界伊毋是绝对的解脱。但是有物件来说好，伊若讲你对生成的法门你无了解，你对这个界志你无了解，你对咱的自性你无了解，你是讲了解是外缘这一切法门尔，你无了解实相的道理，所以人过去就来讲，宁可执有成界志，不管宁可执有成事美，不管执空成界志。即句就是安尼来。你既然无了解上的道理，了后你会接迄个物件，安尼就参像我过去要讲一句话，我去到的是菲律宾，咧讲金毛鸟的时阵，迄个平时以来面迄个查某囝，迄讲带离迄个倒对一个所在啦，一个小岛，我过来，老母就讲，来听经理讲金毛鸟，你听啊，迄讲空啊。我拢讲空啦，我毋免听啦。伊对金毛金做了讲空啦，我有阵时后日若拄着花龙，袂空啊。若拄着花龙，就看你要哪空啦。所以迄就是真正无了解上的道理。所以咱第一就是讲，你生活内底当中，袂使讲不经，不要讲不经。你若讲不经了，你的罪状无数。欲中上有外，假使你若着上就执着离外口。咱人拢看外口清楚了，看内底世界看袂清楚了。要看别人足清楚的。我真看阿珍的面有条无条啊，有乌斑无斑，足清楚敢毋是？我甲你看我乌斑条，乌斑7斑条死有歹无？我等你看啦，因为我无走感召，我等看。我看人内心世界出准的，你讲落我听我就知影。但是我甲你内心世界，我想一堆，我想毋知，我执着一堆。那回头甲你讲，用我上人上众生上受摄上大于菩萨。迄个我上人上。对立法了后，受迄个众生上就是哪？迄叫做众念众生。咱有偌济执着去，知影？咱有千万个执着，咱有几啊台花车，咱有几啊台班车，咱有几啊台火车拖袂了执着呢？因为你有力量执着，安拖了咧。要放下迄个执着啦，毋是简单的。你执着无？阮查某囝，阮后生我的时阵读书，你望多久？你看较己有问题无问题？
你问大怎么你看问题无问题？伊若讲你有看法，因那伊嘛有看法。咁是安尼，毋是个七点，看法就是七点嘛。看法就是啥物啊？就是想嘛，叫做重念重心嘛，叫做哦，想作些想作些想。我看你安尼，这是几点嘛？5点啊，这是4点啊，这是3点啊，这是几点啊？困袂点，会安尼袂？你家己会想袂？啊，你想，你的心会想哪？有无？一摆同一个，两摆同一个，三摆同一个。袂讲看袂久，讲袂看得起啊呢。咁是安尼，啊就用念啊，啊用念会安怎？对方不晓念，对方会执着袂？对方就是执着啊，对方就是讲啊，叫困念念，叫你把你头发咪咪哩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当官就了，来就要分，来就要刷，弄你的囝，啊你的媳妇弄你的囝，你的囝弄你的媳妇。要搬厝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咱家出来生活，啊，若结婚呢，啊无离婚，这代事情就直接来。离婚做简单嘅，啊，小离婚这就是拢爱来。这叫做哪？这个欲欲上夫啊！哦，咱无通伫咱内心世界，家己找咱内心世界家己物件，拢是点啊？拢叫找别人物件，真正去找家己，真正家己找无物件。我想讲，有智慧人对内心世界找愈侪物件，就是对自己的智慧对自己的智慧就是愈歹。找别人的物件愈侪，就是家己的智慧愈脆弱。找家己内心的世界，家己若有法度一直找家己内心的世界，甲找出来，就是哪？你的智慧愈高。若找到别人的智慧找愈侪，就你的智慧愈脆弱。你所以甲想看有影有影。毋过咧，咱正甲想象咧，世间的人，除了学过的人，哦，啊无世间的人是拢找别人的上较济，别人清楚的嘛。所以咱来讲，欲局上有外，宜作法求真。离局上有外，啊宜作法，作法就是做法。修法别人叫做哪求真，你甲当作是真的啦吼。铁讲入道场，说有自个烦啦吼，就是讲入道场，真作是这个物件。到尾啊，家己咧主持皇帝，家己会做满，遮我会，遮你会，遮我会，意思，这道场作是这个问题。咱讲道场甲佛教就作这个问题。咱讲到佛教是当中叫做无法世界，无法世界叫做斗争世界，啊无斗争叫做斗争。啊斗争就你袂合，我袂合，我袂合，你袂合，那叫做斗争。啊斗争就家己做满，敢毋是？啊是啥物问题？直接来，就是局上有我看你袂合，你看我袂合，安尼毋通家己做满出来。啊咱若有一体同观。我看你会合，也是感恩；你看我会合，嘛真感恩。有这个问题无？当然嘛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伊甲你讲哦，二作法求真哦，我叫你着上有我叫你作法求真哦，我叫你修就是真的，我叫你修就是迄个实际我甲你讲入道场哦，你当然爱喊我修哦，你当然喊我行哦，我这种是哪？我拢是千尺的哦，啊你那是安南的哦，啊你那是铁线的哦，你那毋是金线的。是毋是真就是安尼？去一个来找我，对着我问讲，家己的啦，现在讲无紧。来找我就是讲，他们是龙的传人，伊是灵的传人呐。但是讲伊的天命就是灵尔啦，安尼听无？我就甲讲，我嘛足尊，我嘛足礼貌甲讲，秋千的人，你真把这讲这话来用啦，好。咱老天领导上较悲哀啦，分做4个物件啦。生前人这一派，老前这一派，无前这一派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几派？安尼3派，一派咱就甲人行。老前人这派就是代表嘛，生前人这派就是迄个我拄则咧讲秋千人派。啊，伊当时
所以这人哦，什么不老钱，你那么老，回去老去收起哦，可以收起该有做法，你收起要规个规这收，规这收，规这收。讲迄个拢无难的，啊你进市场是个稳贵的前辈，你进得来咧讲这物件，有啥物人会去接受？啊，哪是毋是叫做讲立道条？该自立门派，你爱来相信我，我爱相信，我甲讲句话，我咱就讲道理咯。咱旧话我讲，伫遐当中，咱伊带5个来，甲因遐两个学到7。我伫遐讲老祖当今咱讲中国话袂听，因一个什么人来做迄个瑞玉，迄个少年啊，他即马咱互你联络，即马甲出我金黄金的资料，啊，我就想你爱买无，我要互你，你若爱，我嘛讲，若无人要爱，无安尼，愈来是违法代志正算嘛，愈来是违法做事情正算嘛，要爱你就嘛互伊，啊若爱，就去爱无紧。但是到尾啊，迄个少年，含真多通我联络，我就讲我有件小物啊，咱讲要人互作简单，安尼要得啦。咱卖得袂使，咱是啦，咱嘛袂安尼啦。合掌liền欢喜，哦，见到成到咱真正简单，咱欢喜要人互拍。修到好到这个，到这道理，咱嘛去求迄个，咱人家己去自立门派嘛，是毋是安尼讲入道场嘛？说有无知各反，讲咧有诶无诶，说有无就讲咧有诶无诶，知各反，各反就是叫做泛滥嘛。真着要讲有诶无一大堆啦，你想讲有诶无？真的，你讲迄个我听袂落啦，讲迄个我听袂落。啊，讲一忙人做忙啦，青年也小小忙啦。安尼叫做哪？毛来毛去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对你骗我骗你骗啊，大家骗来骗去做欢喜啊。对内心世界，对真理世界无真正实在去了解。你若清净你真正心情的法门，你若真正有捌，你的方向足正确，你的目标足正确，什么就甲你讲到的，你听足正确。伊对毋对，你很清清楚楚。你就讲懵懵懂懂跟他走，懵懵懂懂跟他好，你就这个问题。现在懵懂，懵懂是个心情那懵懂呢？懵懂就是不成熟才懵懂呢，有懵懂的不懵懂的就不成熟。你听无？所以咱而家讲的，如是之因，累劫不变成直接讲出来。那这款人啊，累劫，这款人累劫，什么叫做累劫？永远累永远，一劫偌久，这家己一段时间就讲要办，累变成，你要变什么性？变什么性？到底讲是非？到底讲有诶无诶？到底咧做饭？到底诶时阵啊，咧讲别人对家己拢是圣人，别人拢是小人，其实家己就是害去啊，毋是经历别人害去。咱上讲苏东坡，我们现在回来是无菩萨，因为苏东坡嘛讲，苏东坡嘛回我是菩萨，佛印甲苏东坡讲，你是一尊的菩萨。那安尼，佛印讲苏东坡尊的菩萨，就是苏东坡内心世界菩萨嘛，对不对？佛印讲苏东坡是佛祖嘛，苏东坡为着要报复讲佛印是迄菩萨嘛，安尼听无？佛印讲苏东坡，佛印讲迄个苏东坡讲佛印菩萨，是苏东坡菩萨的佛印菩萨，迄就是因为佛印伊内心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就是菩萨，伊就是去报复嘛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咱内心世界讲出话，就代表咱的言论，代表咱的行为，代表咱的思想。其实你会讲好话，你菩萨；你会讲歹话，你就是魔鬼。足简单道理就是安尼。所以咱来讲，累劫过继续，但依法修行，但听依法修行啦，
目标不输，而依而成。志该啦吼，志该啦，吼，欲听说不休啦，令人反省邪念啦。意思就是讲，如果今仔日啦吼，你这累积性内底，当你伫咧结成，但听以后是你如果按你继续修咧，你今日按怎顺着咧，并不输，人拢袂想，拢袂去想后来啦。咱较早厝话讲啦，五伦，刚才是啥物人？六祖回应啊。五伦无思想，不动不思想。对今生不起，菩提是对好无？按六祖回应就讲，我回应啊，我回应，无起用，不断不思想。对今生做起，菩提是对，菩提这么对。这是咧讲啥物件？其实这句话就是讲中间一句话。你无论有基用就是有其他的物件嘛，有技术嘛，有巧妙的物件嘛。真理的物件是这个，真理的物件是自然的物件。灵断不思想，你有一个灵断。就清气嘛。你有一个灵断，就是所断。这个叫做灵，这个叫做所。回应无起用，不断就是叫做不断，不断的思想。回应无起用，不断对境心所起，所起。这个意思，这个灵所，咱讲灵所普名具名。差点对。几些名啊？差点对。30啊。能所具名万象上如如，万象上如如啊，万象，咱若作为就安尼讲嘛。灵所爱断，灵所爱断，灵断所爱断。你有一个灵，灵就是对方，所就是境，所就是境。这个灵就是对方，灵就是不是对方啦。灵就是咧我，对方就是境，这个我。